好來，鄉親啊，咱繼續來看郭文鐵一審紅當判17年，剃度公權6年。安尼一來，郭文鐵已經失去掉2028年選總統的資格。郭文鐵當年以政治素人的姿態來出道，為2014年當選台北市長角膽。伊未來行選的方向，唔但影響到民眾黨的後一步，嘛牽動台灣政治版圖的變化。柯文哲。 2014年總統大選選前之夜，民眾黨佇凱道畫出超過30萬人收聽氣勢十足。雖然當時的候選人郭文鐵無勝選，也無摕超過26%的得票率，和台灣政壇三腳隊的態勢慢慢的形成。感謝偉大的市民朋友。 2014年，郭文鐵以政治素人的姿態拍敗前國民黨主席連戰的後生連勝文佇政壇徛起，主張反財團，要去變政黨派系密室基金會，短短12年爾，郭文鐵唔但創立台灣民眾黨，成立眾望基金會，設立幕後公司，更加因為經發生案件甲政治獻金的爭議，和台北地檢署依照收紅包圖利、公益侵占、背信等4罪求刑28年6個月。台灣的選擇。 交保後，郭文鐵佇全台灣各地拍拍走，替黨內這家囝輔選的同時，嘛為家己的政治舞台保溫。依照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的規定，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判決也未確定，依法未當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若佇登記前判刑10冬內，才有機會參選2028的總統。兩個太陽比沒有太陽好。 長期來攏被當作是一個人政黨的民眾黨，雖然講台面上已經交棒予黃國昌，不過郭文鐵依然有真大的影響力。團隊的，就是有無就是無，沒法落下。郭文鐵的老母佇頂禮拜跋倒手術後，還佇復原中講到因後生情緒依然真激動，強調伊相信因後生是清白的。即馬郭文鐵雖然講有官司，不過伊所去的所在依然受到支持者的歡迎。即馬一審被判17冬，對郭文鐵未來政治路以及輔選的效應來講，恐驚攏是重大的打擊。Hello， 我是張新文。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